好，我是郎祖云，分享书看客家新诗，大家来关心客家嘅诗。我从头在想啊，个头摆嘅人啊，生发东抹封片呐。好比说，起屋，你要盖一栋房子的话呢，你得要先锯木头啊。这锯木头都要靠人力，我穷呀哈。你把树砍下来之后，交给工厂，交给机器，一片一片又平又整的这个表就已经都做好了，拿来做家具或是拿来盖房子都很方便。不过头摆嘅人啊，来基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姑手啊，有一个很好玩的成语，死夫发就会讲啊，两人拉锯用啥来基，有来有去，有来有往的意思，懂神气哦。那么从前呢，这种两个人拉锯子的这种动作叫做舔基，那这样的画面也在刘兴清老师的民俗画里面呈现过哦。呀哈，我们听听他怎么来跟我们说怎么讲古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兴清。谢睇这个香港的陈独头阿亲姑，当后狗，当为咩啥人咯？总系见到咧，乃唔好咧，咩啥人来咧？总系后讲古，所以叫香港的罗古独阿亲姑。基本咧讲埋古咯，讲啲千字，乜嘢咧千字？啊！我哋推客家人有一句话，爱东千字啊，创印度含着默契，创印度是岳父大人叫他也不要去，乜个意思？当干苦了。但要蛮干苦，爱东啊，穷样，爱东是爱列国，爱点民，还有。送过去，来过来，来过去，送过去。哎呦，当干过，天气啊，冲上，送来送去，爱来爱去啊，送过去，来过来。古所以我汉人讲啊，做人啊，要从天气又来也又去啊，唔系讲专门替人是做对的，又来又去。你。欠乜个东西？记了啊，用凉沙，书标呢，记书标呢，头摆磨练记晒所向下，恰到记晒所记标啊，当然，所以这个记，山当站多的书了啊，标差不多会走咧，还是用去呢，先标下来，修了好。莫讲非常偏，非常和谐来讲，就系还是欠显呢？该指标啊，又显得对呢？你新生起哦，你按照met掉，你装met啊，你又尖又显呢？个显呢，这里met掉呢，穿哪个？又加该按照读的啊，按样去呢，欠落去，你读落去。欠过来，欠人，欠几也是啊，样样，该显得拿起来，表下，啪，一条显得切，非常的可好哦，唔系讲切起凉的嘛，所以你路半线啊，穿下到一个met条，唐国特别路半线的时间，你50几个met条，看哪去，数都数变数标了。总系谈讲哦，本只成人咧屙尿啊，该咩掉肚去啊，就夏天去，真贪唔会开的，所以你样也学得法好，当然其实送过去你就来过来，你看送过去来过来，青椒啊，讲记的表呢，非常的辛苦，其实。很无聊了，是呀，整天都是推过去拉过来，推过去拉过来，很无聊，所以这种工作不好做。一天而又凉沙，你沙做唔得啊！嗰個呢種機啊，前貼嘅，然後沖，撲個用人輕輕
几号一地几号病我不去走，我做嘛开做探视处，也会封建伊个病啊，常用个木箱，强多木箱来不卡，后摆个唔系讲你买家具，行我本卖唔系，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呢，所以病是个准备哦，像木箱来不卡做到个探视处啊，清派，门讲唔对啦，有时候也不看人做好也讲完计。米本伊未算钱呢，个头摆是甚至家己有病了嘞，将枪木上来不卡，做探视，做理解处理，做作做定，方见是全部一样来，个头摆老头摆人啊，非常的辛苦，乜解些啊，而是家通手做呢吗？没钱财又好卖，所以。做好的东西要有钱来用哦，钱宝贵呀，全部变古董嘞，根本也是讲到你要为欠技是一样来的。哇，这田基啊，真的是动甘苦给头路哦，难怪这样辛苦的工作渐渐式微。不过呢，从头摆看到的这个图里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哈港人真的动安讲哦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物呢，也是动安讲的人，虽然他是韩国人，可是来到台湾呢，传递天阿爸的心。那这样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。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不通，他怎么样用他安讲的心来完成上帝的事工呢？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朴仁秀牧师的故事。平常嘅早晨，遇到行通無方便，也講話冇辦法順利表達嘅老人家，到咗禮拜就為其他人博牧師來兩位探訪，突擊嚟到運動一下筋骨，實實蒼蒼。雖然冇辦法用佢哋嘅手腳互通顯力，但係佢哋嘅手術仍然坦定嚟為笑容微笑、花無到嘅外國老朋友。配合節奏認真嘅恢復，嚟分體貼老關懷，青菜不嚴重。我知道朴牧師挺難得啦，佢係一個韓國人夫妻兩個從頭出拜登了，甚至用個摸嘢，我知道佢有2隻摸嘢，佢把2隻分唔清楚係哪隻大哪隻細佢把帶2隻，佢把帶幾隻這樣用起來知道佢就冇分嘛嘅韓國人、台灣人其實知道主要佢有心啦。從韓國到台灣，落地生根快20年。朴仁秀牧師係國際環球福音會差派來嘅宣教師，將來台灣時，先在新店嘅韓華教會學習中文，並開拓3產神福音教會。一家人在台北牧會幾年之後，上帝又顯現了一隻奇妙嘅帶領，讓佢哋到再度全家人來到美麗嘅3灣。我相信上帝差遣我來到這裡，所以我有我的計劃，還有我的一個想法，還有我一個努力。但是後來，這是我的計劃，我的方法所以我放下我的一個計劃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經驗，所以然後我要努力，就有成為聖靈的有同工就參與有聖靈的事工。當年到3灣時，佢哋都認識了對客莊有深厚情感嘅范炳田牧師兩公婆，也加有佢哋都開始學習客家話，
老熟悉客家文化。不过面对新环境的种种挑战，保姆师梁公婆始终相信上帝为老几里头同在，就按样义无反顾、勇往直前的性质，建立了3万体验教会，也为当年全台湾唯一无教会的地方重新画下了新的里程碑。韩国话有切音，客家话有切音，感覺啊，工作，星座，是答，比如說國語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那客語是上主係那個牧者，韓國話也有牧者。有很多有類似的，就有幫助。從門路開始交朋友的保姆師夫婦，10多年來從沒談過，突然會有探訪相親。有時你老人之間真正的溝通不在於詞彙，而在於心。這兩位高擁的不同的文化和情感，彼此之間的問候往來。累積出來多年的自信和批判，在需要祈禱的地方，過去5年似乎沒想象當中為難，為老本人愛的關係，持續在兩位散發出生命的豐富和感動。我們的牧師呢，就來給我禱告，我還記得很清楚，那時候還給我帶了很多的同仁，來我祝福啊，所以我呢接受大家的贊助關心，我漸漸的就恢復起來了。那個嘛，就說從到他個從好朋友一樣嘛，哈，他個神氣嘛，他個因為就機會，他把我打電話，他把我喺我過掉了樣，因為牧師啊，來呢個卡，看來你看落嚟冇多卡。我都話我攞嚟講，我話都散哈，散到都當我全部散人去啦，全部散人去，看下那個做事啦，做事講嘅嗨去，因為個冇做案勞累啦，就冇做案忝啦，但個冇來啲老人家要做咩，當然做嗨啦，要盡用通用嘛。人生何妨故鄉遠，對保姆師梁公婆來講，故鄉就在看到需要的地方，對於其他的新人來講，也愛在那位，活下就在那位。從小兩隻妹兒就在台灣出世成長，天天也愛到兒童班做關懷，一家人在兩片土地上彼此扶持，相互鼓勵。這個新人呢，也本佢做嘅會學教。所以佢喺新年來嘅時節，我哋學教開學嘅，但係佢係呢本嘅新年就執讀小學，就執讀國中。佢唔會講，佢當然是為上幾個國人，佢想到可能都本地好難上學教，好難了解。但係佢了解新年呢，是變到啲客家種讀書，所以我當佩服佢一樣嘅精神，就說全家是對客家種，是做客家人。我們家有時候常常會有那種親子的談話時間，對，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然後我們家就是比較會敞開心胸，就是大家會把自己的心事講出來。辣椒粉，還有就是魚露也非常重要的，還有蒜頭，還有鹽巴，還有紅酒。細細嘅做下，兩條媽媽為人博師母團團轉，可能佢能力嘅裝羅泡菜食材。太子家鄉下切菜洗菜，冇一下嘅功夫，兩套體嘅韓國泡菜就完成了。那時傳統客家扮演接連上場，兩係客家人每逢重要嘅日咧，媽媽裏頭一定會做嘅料理，連續做料理，就將客家人大方分享熱情溫暖嘅大劇之土。在泡菜老扮演嘅融合底下，食物代表了另一種豐富嘅文化意涵。
传递出来彼此心中的美好之美。客家人说“昂强”，事实上就是那种择善固执的意思啦，哈，就是因为客家话比较不好讲，就是他很坚持他们的那种就是有某一些方式，比如说夫唱妇随，伊行动乃是两公婆去啊，春燕灭子两公婆穷哈，本来应该就好玩哟，我和我先生是习惯各自行动，可是来到三湾哈。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学习夫妇同进同出啦，到哪里都一起。牧师的人就像我们客家人一样的，非常的神圣、刻苦耐劳、上香了。对于上班的生意呢，保牧师夫妇有点虔诚的负担，因此不断的透过文化教育的机会来拓展生命教育的工作。佢哋就進入到教研關心生人呢，從學生嘅有興趣嘅話題開始，但係彼此文化背景嘅冇相同，有一樣嘅了解攞互通呢，或許接納就係佢嘅答案。懂像我们客家人什么师母哈，什么温柔婉约，很朴实啊。朴牧师呢，给本人呢，我讲起来，又好像俺那西来人，俺那客家西来人，俺懂刚硬哈，但是刚硬之中又有一份那个真诚感哈。最难得可贵啊，他在青少年的关怀部分啊，非常难得。所以给国乐新生念好教育的，他办一个暑期青少年营，把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在我们国中的时间哈，就把它培养好。外国来的，所以他们一定觉得他们来到这里一定有很特别的意思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对啊，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，就是很多的那个对别人的付出啊，对别人的关愛。從佢過嚟就留基面上咧愛神嘅嗰種心，然後佢幫到嚟台灣。講到愛，在呢度嘅地方係需要花時間來培養嘅。雖然保牧師師母經過了兩道艱難老挫折，但係還係堅定不移嘅持守老上帝嘅承諾，從上書到塔室，一路上經歷到上帝豐富嘅慈愛和恩典。三灣係經歷到幸福嘅所在。從韓國到台灣，朴仁壽牧師突破了語言的隔閡，向大家證明愛是無國界的。朴牧師和我們客家鄉親的感情是特別的深厚，也因為他的堅持和努力，使得大家願意追隨他。當然，他的努力天阿爸沒看到嘞。讓他唱大家鄉話來堂，由客家聖歌團所帶來的這一首《天阿爸嘅心》。听到我们用天阿爸来称呼上帝，特别感觉到亲切，参谋。那
那这首曲子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来请教陈建中老师。欣赏唱高一号，这首曲子一开始跟中间的间奏都有胡琴的演奏，当然是由老师演奏的。您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计？好，胡琴这个乐器哈，它是蛮代表中国传统的这种特色。而且胡琴拉起来跟小提琴虽然有一点接近哈，都是弦乐器，但是很不一样，就是它那种吟柔啊，还有这种滑音哈，是特别中国人听起来特别感到亲切。所以我就想说这首曲子既然是中国风格的这个旋律嘛，我就采用胡琴来做主奏，是啊，不管是在前奏啊，或中间有一段。胡琴的独奏，就让人家用一面听胡琴，一面来思想这个曲子的意思。听啊，把个行嘛，对不对？那老师，您现在在词上面的这个创作，因为我们有听过国语版，还有后来发版的，那这次是听到客家讲的，客家冲的，那这天阿爸就很亲切，所以您在词的创作上面一定也有一些想法。因为它本来的词的歌名是叫做耶和华的心啊。那我想说，用耶和华的心，我们来唱的话呢，一般的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这些客家乡亲可能听不懂，所以我就想说用天阿爸啊，或是你要翻成田省牙也说得好，就特别感到就是好像非常的客家啊，因为我们的所信靠的这个神啊，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神嘛，不是某一个的，所以用客家的这种习惯来讲呢，就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神。对，也很客家精神，因为客家人就是这样，不管是敬天爱物都一样，然后就用最亲切、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。是，鼓手天阿爸给行，你了解吗？不了解的话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。天。
首诗歌的原唱是国语的，就叫《耶和华的心》。陈建荣老师把它重新改编之后，变作动情切的讲法，就是天阿爸的心。你看起来没感觉有动情切、很温暖的感觉，对吗？希望大家多多来呼吸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好传唱这些好听、优美，同时又感动人心的歌，也可以感受到陈老师他用音乐的层次，以及他敬拜上帝的这一颗诚恳的心。感谢大家收看客家心思，下礼拜我们一起来关心客家的事，拜拜。